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30，旧历的8月初1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囡仔互人威胁欺负，做妈妈是唔甘心痛下跪。台南一个妈妈出面来指控，讲家己的囡仔已经唔拿一届，互闯入校园的色狼甲乌白来。更加互失望的是，老师处理的态度真消极。是伊发现囡仔情绪怪怪，一直甲囡仔问，囡仔才甲代志讲出来。这个妈妈讲，这学校到这个教育局，这位下骹到面顶的通报机制，拢总出问题，才会予伊的囡仔一再受伤害。这个妈妈是讲甲真激动，甚至甲教育局的官员来下跪。这位杨太太真艰苦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因后生伫校园互人侵犯，激动甲教育局官员跪。台南永康一间国小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伫今年6月份遭校外人士侵犯，当时是下课时间8点5点外，这查甫囡仔还未离开学校，一个人伫运动场里耍，结果和一个查甫人带去校园较暗的所在侵犯。这个囡仔唔敢甲老师讲，家长发现。他说他摸我小孩子一次，抓到学校那个厕所一次啊。20号的这一天监视器为什么没有了？6月20，包括在这个当中15号的监视器去了哪里？我想这通通都是疑点。剩14天，你的刑缓就会被好，那14天他没有特别去跟他备份，没有，所以我们要这个资料，目前也拿不到。其实，这间学校3年来就出现3件校外人士侵犯学生的行为，受害学生超过10个人，校园安全出问题，才会这个代志一直重演。教育局表示讲会调查了解校方敢有严重的疏失。